继续来看这个淡海轻铁路第一期的南海线，伫咧昨下晡正式来通车咯。这是伫咧台湾第一座会当来看到台湾海峡的坐运哦。一路上景色真迷人，沿线的车头嘛拢是观光景点。 那些列车豆豆山顶动，坐到头一班车的民众拢足欢喜。淡海轻轨第一期南海线15号下晡正式营运，真侪民众小势要来坐。特别赶过来尝试看看，然后这个新北的这个蓝色轻轨有什么不一样？结果还感觉很棒。这个跟国外其实差不多，就是台北有这样的可以享受到跟国外一样的景色，其实我们都非常兴奋。 大家伫车顶拢直直对外口看，因为这南海线轻轨会使讲是全台湾第一座会使看到台湾海峡的坐运，风景就很漂亮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平常都很常来。除了轻轨景色真迷人，第一期南海线通车车站包括渔人码头、沙仑，阁有台北海洋大厦，规路拢是观光景点。 这个蓝海线周边呢，最吸睛的就是这个蓝海桥上面的自行车道，不止可以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，还可以跟着轻轨列车平行前进。若是骑铁马骑到忝嘛，阁会使对海岸边仔的纳石公路到淡水渔人码头，坐伫边仔的餐厅啉咖啡、吹海风，欣赏渔船和黄昏的日头，体验趣味的南海线。